桂花王，青银王朝，空得此议论名用，真奈我把中愁藏。想我张翠，爹娘才死之时，与丞相金宠之女刘丹小姐，有业定下婚姻，不因亲王交代，父乃只得到京府留情，又不见我衣衫褴褛，十分不喜。遂命我在别部谈判朝堂公诉，这婚姻之事他从不提起，
不知我那牡丹小姐心意如何？哎，好不烦门成也。还是为数吧，公数是。小仙李玉京是也，秀才张成在此公诉，蒙他多情，每日顾盼于我，他令我三夫妻俩，我为他书房什么，有何不可？
着牡丹小姐模样，先去一位别了。且把真身再隐藏，别着牡丹俏模样，今晚玉儿俏梳妆，做一个神女去为相望。我门儿未关，倒先当起瞌睡来了。
再叫我修身大大看来他。哎，你为我成义不女啊！莫非是牡丹小姐倒数吗？小明儿谁家牡丹，且有为国色天香。哎呀呀呀！我的牡丹小姐来倒数啊！哎呀，是您啊，是您，不管那是不管。哦，小姐，请坐啊。小生失望几日，哦，不到月小当数。好，小姐，请啊。小姐，请坐啊。你也请坐啊。好，我有。请坐啊，请坐。好一个美貌的小姐，好一位英俊的秀才呀！小姐，怎样？我张真愿到来投亲，蒙我父啊，命我在别不谈判公书文。我常把事情比张玉，真乃是福缘难把龙女亲。今晚多干小姐来，莫非言相思梦境？岂不闻情中就该蟑螂衣，梦里写来了个龙女为好一个啊！梦里醒来了龙女问，小生是一家还是叫逃平？功名为对龙虎帮，怕无了小姐你终身。你修见一家还是家逃平？我看你定有经许好先人，
三女的夫唱无谁，长相许且比那月堂金银水十倍。他不但桃李风神永也美，更与那乌黑豪杰领神经。我讨姻缘与福分，恰在知道今晚月下又相亲。夫人，此次好话，可惜夫人体用啊！七相爷，我不到别部时光去请张相公寻来的事。多嘴，他晓得的什么事？是。晚在这里做什么？快去准备饺子，等会相爷晚要上家滚灯去呢。下去。是。女儿来。须为此日心受伤，为父早已定主张，倘算逼他把婚配，岂不要落一个虚凭爱妇华名扬？我今夫三代不遭他一许，残留着穷酸又何妨？
小姐去赏玩梅花，晒晒心吧。是。娘子，我再替你去摘些梅花来。这不，娘子先跑到这里来了。哎呀，娘子，你跑得好快呀！哎呀，你是何人？请我叫我娘子来人呐，来人！哎呀，主神呀，主神！这是主。畜生，你好大的胆，竟够瓦神明去！堂堂相府容不得你，家园要将他赶了出去！滚！慢！我死记为累，死记为去。你呀！怪你不得，这是畜生无礼呀！好了，为老弟哭，快去为娘回房去吧！啊，快回房去吧！啊，快去！七相爷，教业备好，请相爷上前观灯。带路。是。俺今从来婚姻跟我出门，急忙忙再怪我多情的所谁。
为我在此地可啊！我是金牡丹啊！长郎，当想不早把你们赶出门来，贼他之臣，我与你有夫妻之情，岂能让你流落在外？你在花园之中高喊之时，为什么夫妻的情分？长郎，我是广生，我是谁？谁是你的长郎？长郎你休要思家，实在间只因我爹娘在身旁，并非我有意来充场你，妾身是必不得已忘记了。从今以后，妾身情愿跟随长郎受穷受苦，我再也不回家去了。可是长郎，你我至今无话言，只得暂时到我自己家中去吧。自此一同前往。不，要是见你父亲知道了，那怎么得了？那也顾不了许多。长郎，你听，路途喧天，一路之上，你我夫妻任何花灯岂不是好？还要看什么花灯，我还是管路的要紧。今晚之日都是妾身不是，把长郎气成这个样子，如今你我夫妻多看几次花灯，不上是否？对呀，对呀。一男一女为何慌慌张张？小人不敢多讲。讲，是长
长相公，还有我家小姐，将他们快快追准，不得有误。是。家有要事告辞了。请。穷算官才美，总之大局严重定。听母亲说茶心头话，官才美的喜在心。而今母亲一百岁。什么灯？小婢做的是一灯，愿夫人小姐诚心实意做心诚。小婢做的上元门，愿我儿配一个状元节里的美郎君。天，嘿，可恨出身小张真，该是府门有把是非身，他竟敢与我满带女，童话那是桂花灯。这样开去完得了，岂非是堂堂相公？莫非你老爷文化看出了人？这是老夫亲眼见，岂是女儿外为神不亲？启禀相爷，大相公小姐这桩带了上来。是。小畜生！老夫将你赶出府门，你竟胆大包天，反而勾引我女儿滚灯闹事，把我们风华人命绝，这还了得！来，与我放了！家园，将这小畜生暂也速放。生气的呀，还不快点为娘回到水里去吧。哎呀，我心子好的相爷，怎么落着两个女人呀？啊！你是何方来的妖精？尽管冒充于我！你是妖精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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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是妖精！
两个妹仔来了。两个没大。夫人啊，女儿是你抚养的，你可分出真假？女儿是我生的，我能分得出真假？哦，我如祖书上没有玉子一颗，有玉子的就是真的，没有玉子就是假的。快去人来，快去人来！母亲，儿手上有玉子，有玉子是真的。母亲，儿手上有玉子。哎呀，夫人，他也有玉子，你也有玉子。母亲，儿有玉子，儿是没有打。母亲，儿有玉子，儿是没有打。儿有玉子，有玉子，有玉子。呀爷，这是何时好啊？苍天啊，苍天！像我今从这一遭为官，不在七九莽场当成骂道，并不此次妖孽，好不那上官人也。相爷，追相爷心上人，得提升这句宽分明。见他俩头上紫彩也用兵，胭脂点江人，上面穿着双凤袄，下面系着百花裙，这是我的亲生女。母亲，儿是没有打，儿是的。母亲，儿是没有打，儿是没有打。我实在难分家务真你本是九里无里金，你不要血口来喷人，有朝查出你真因，管教你难道命难道女？你才要紧，你才要紧，你才要紧！员外，将他们两人带了下去。我说相爷，他俩真假难分，这是何时好啊？哦，夫人不必惊慌，本是包大人再要尽力哎，待老夫手当修饰一封，即包大人过府判断此事。这是好了。哎呀，刚才听金冲之言，要请包大人前来判断，要是判出真假，岂不是忘了夫妻恩爱？哎呀，这就是何时好啊！哦，不免待我回到帅府，与钟家师兄一同商议一遍了。参见众位师兄师妹。师兄，那金冲要请包大人前来判断，你看是何时好？女兄已经明白了，爷们不必心担惊，女兄已把妙计定，带我去变作包大人，闹他姑增加报功，分不清张龙赵虎王朝马汉不等来宾，大家这里坐一阵。多谢众位师兄师妹。哎呀，时有不早，我要走了。好，请吧。
此次带我们说说平儿来。为了小女之事烦劳大人到此，老夫真是归恩不尽，还望大人派命增加，除此妖孽。相爷但放宽心，老夫誓约宽待。多谢了。包大人到。启禀相爷，何事情况？又来了一位包大人。啊！相爷，相爷！啊！请问包大人，我朝之中有几位包大人啊？咦，这是一包，第五二包。刚才家园报道，又有包大人到，哪来的？只怕草包。包大人亲自别色。请。有请。老乡爷，大人，莫非有买客之意？哎呀，老夫真开满客，这乃是新来了一位包大人呐。包大人？包什么？包拯。包拯。大宋朝哪里来的两个包拯？是啊，老夫也好生奇怪，只能这位包大人与大人
衣冠密抹，一盆无痕。既然是此，请来相请。有请包大人。哦吼！人间端午茶，就是那营造地府，我都去关到李总帅，打破说过问到底，在其中奥妙的真知晓。若方要一顿城堡，我俩是无法言先同一包。哎呀，去嘛！哎呀！不要为了我女儿的事伤了两位大人的和气呀！与那妖怪有什么气？万事要定心静气。相爷但放宽心，老鸨自有判断。哎呀，升堂来呀，升受两人一身，杨过英最近来是妖怪。这今次老鸨数当台，张朝王马两边排，吩咐当徐守信，先请领来速上来。大帅用兵。谁知他深夜藏入花园内，他经过与奴相为许中情，我弟弟将他赶出府，等家丁在他转为门，谁知他带了一个妖怪来，那妖怪，那妖怪。下将与奴家一样衣衫一样裙，要万侍女难分别，深深的娘也分不清啊！羽毛金家侍女问，王大人明镜高月，团家
人，他二人去世一样刻骨，叫老鸨是何判断？是啊，他二人去世一样刻骨，叫老鸨是何判断？外望二位大人判过臣家，老鸨是有判断，有把张真带上，是把张真带上，是张真上堂。叩见大人。张真，你知罪不知罪？张真，你知罪不知罪？学生不知罪，不知罪呀！你身为我们秀才，父母上马，几名老乡也收留，应当马头苦头，力度上进。什么？尽管长沙花园做出越礼之事，几位老乡也滚出不去。有一牡丹小姐遇结滚灯，以致花妖月眉骚乱相互，何有力气使我用的？有将张真修才个去，推下去从恩的是大人学生有变呐，讲大人啊，咋了？讲啊！当大人面用意，听张真所愿。我与牡丹几位父命问题，花园也为也长情，想也是我挂念心思受斯文，分明他爱父应聘要去张真。将你虽有不是，也是你引之有愧，休得多言来。与我推下去，打！身家是保证为官亲，强女儿来偏听我公正，大当子上西从医，这天大的愿望何止借此间爱是成，羊毛两样心，一个是好头痛苦，一个是默默无声。我快无须再审问，真我家已是分明。老乡爷，令爱的真假已经断明了。哎呀，老夫还是分辨不清，外请大人指明。那可的是假，不可的是真，不可的是假，可的是真。可的是假，不可的是真。老汉，有道是见真即真，见假即假。我的命不要真的，谁是假，谁是真？不问比谁，问张真。好，张真，也从实说来，可的是真还是不可的是真？启禀二位大人，学生与牡丹小姐相约以来，今生立从千恩拜，
今日大堂之上受责，可的是罪，不可的是假。恰又来，我原是可的是罪，你偏说是假，好一个无辜的老白猫。才真才假难分辨，光在朝中做栋梁。老何，两位教养样样行，其中朝罢不难分。一个原是杜金玉，一个富有延平。杜金就是假，杜金就是真。哪有谁见言小计？丈夫当他不同心，历经不管尽家事，满岗风浪是人品。历经啥管尽家事，只怕是山岗清水要落岗温。老何，你不要胡看乱看，杀了假报公不要紧，杀了真报公那般了得？谁是真报，谁是假报？哼，本是端的名义就是真报，端不名义就是假报。那老汉心他偏，光百人叫青天。骑兵二夫的不责骂，今生一中的不纠结。快你来回斩妖剑，把死的龙儿颠倒颠。张朝黄毛一声喊，大唐回转比不见。快得起，穷酸潦倒白衣郎，必不谈破你文章，应动要写花娇娘。真牡丹夫一并女，假牡丹倒有好心肠，啥假真假强分。成绩好鸳鸯，我保证对相公正，怎能够太无全门为父作章？张朝王马，且逃。
吩咐包大人暂要见厉害，休教此有盗贼啊！老鸨包击睡意，不赞不垂之有告温此。包大人不理此恩，增加为民，这叫我是何是好？有了，不免待我奏明圣上，降下诏旨，命张天子捉拿此妖。娘子，你怎么回来的呀？我弟弟起下不良之心，他要嫁给于你。哦，哎呀，这是不是好啊？臣子私下无人，你我夫妻不是走御花园道走了吧？这是，长郎，快走吧。长郎，快走呀！今有兵不但利于今，大闹吉祥府，奉圣旨，命尔等先去捉拿，不得有误。连发之。身边为妻是有礼千金，满身是家乡300里，就是天也海叫我不能赢。怎么了？你为我不走呀？我有一点冷啊。冷？哦，不用了。长郎，我们走得快一点就不冷了啊！快走吧。娘子，你走得慢一点，我跟不上你呀。哦，娘子，长郎。哎呀，300里路你走得这样快，后面的路你是走不动了哦。
要是知道我是李玉金，他还能爱我吗？切莫要急急忙忙入正经啊！见娘子身身边，莫非有为难之事难测谁？我你这别不谈气同心，与天大的事情要告状真啊！长郎，你可认识我啊？我怎么不认识你呢？你是个娘子牡丹小妇，我不是牡丹。哦，那一定是关外仙子喽！也非关外仙子，我是别不谈李什么？长郎，你不要害怕，我是别不谈李玉金啊。长郎，你听我从石家镇娘子有情理。我将心关记在心上，想了牡丹的是富贵，那千里娘子恩长，人间难觅一字经。你就是李玉金，一何并肩小鸳鸯，原来怕真情说出一片恩爱苦汪洋。谁知今日才遇了他福音，一来变心肠，我李玉真是眼睛亮。草堂灯下现在天兵天将，苦苦要捉拿于我，你去躲避一时，带我去阻挡一阵。
现在我发动洪水阻挡一人。我才来得救于你。多谢娘娘。你愿答应还是小英？答应真的，小英何来？小英在我到南海狩猎，父8年后得到登仙，答应把榆林3片，当着万间受苦。小妖情愿答应，却是为何？为了张真，小妖情愿当着万间受苦。张真乃是万夫所指，你为他抛下千年道营，岂不可惜？娘娘，那张真乃是至诚君子，小妖与他何事三昧？我是为他完成什么心，完了什么道？求娘娘在心，求小妖免灾心。我情愿当在红尘去，与张真生死同
功名，赢得了千年大业，赢里且蓬莱仙境，我情愿神通府，不下雨。